Chidele ta tringa cho khasang ki la cha ju ki chin ma don che tiang go chu ki da tang zo tembo ta da ni hui shuo zang yu ma你会说藏语吗你的是那唱了会了是那心吧但音气头呢必须到位呢看来的说了是那些吧藏语了是那皮给的皮给妈了是那提哇你会说藏语吗了是那唱给皮给些新给预备了是你会说藏语吗我只懂一点儿汉语我只懂一点汉语我了是那个话只了是那奥尼了困难的去的懂了是那哈过啊一点了是那第四汉语了是那加给我只懂一点汉语了是那啊加给第四星期月了我只懂一点汉语这是你第一次来藏地吗这是你第一次来藏地吗这是了是呢第四的来的你了是呢唱第一次了是呢天马腾波 first time 了第一次来了是来吧藏地了是呢皮给撒下了口妈了是呢去啊这是你第一次来藏地吗了是呢的唱给天马腾波皮给撒下了来日白了这是你第一次来藏地吗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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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输了嘛了得了啦都但请的面呢坐就不老为那得了但请坐你的必须当为那输的来了呀写上都是多过的请说慢一点请说慢一点请了是那的写上 please 多了说了是那写吧慢了是那可以说一点了是那第四请说慢一点了是那第四可以写的了请说慢一点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了是那唱了刚刚了是那 just 谈到了谈起了说了是那些吧什么了是那可热你刚刚说什么了是就谈起可热写一了你刚刚说什么我现在正在学汉语我现在正在学汉语我了是哪了现在了是谈的正在了新吧去新吧了不是等我学了是那讲吧汉语了是那介意我现在正在学汉语了是那我谈的介意想新吧一路我谈的介意想新吧一路但这个正在来给的 ing 就是我你就从你要去新吧我谈的介意想新吧一路喝杯茶吗喝杯茶吗喝了是那动啊杯了是那 cup 了我就茶可以 glass 了茶了是那茶妈了是那托了喝杯茶吗了茶泡刚端一杯了喝杯茶吗喝过奶茶吗喝过奶茶吗喝了是那动了过了给的卡上就想起来牛吧七牛月呗三牛月呗周牛月呗来就了牛吧喝过奶茶了是那我家我妈给茶奶了是那我妈了过来茶了是那茶妈了是那吃啊喝过奶茶吗了是那我家东牛月呗了
喝过奶茶吗？国家动物园呗了。吃过糌粑吗？吃过糌粑吗？吃了啥玩意儿？过了是那牛吧？他吃过了啥牛肉了？糌粑了是那糌粑两个字，别把看了哇，糌粑。妈了是那提哇？吃过糌粑吗？了是那糌粑啥牛肉呗了？吃过糌粑吗？糌粑啥牛肉呗？不是啥。明天见，明天见了是那明天了是那啥年了？见了是那土吧？他明天见了是那啥年土？啥年见呀？不是噻。明天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欢迎了是那的个是说啊？再了是那人家，来了是那陪吧来吧哇？欢迎再来了是那人家陪吧个是说了。想起来了，想起来，想起来，想了是那ten吧哇 means think want 怎么比上这个？起来了是要啷吧？现在就能想起来了ten吧水哇了个。想起来ten吧水哇。请问怎么称呼？请问怎么称呼？请问了是那跟着学了，怎么了是那看着是呢？称呼了是那个种别吧？跟着学了像称了，看着别我嘞了，他称，当时写啥子嘞？请问怎么称呼？啊，当个种这些的大家能猜清，人家我的妈看里去录给的呢。你会说藏语吗？你会说藏语吗？我只懂一点汉语，我只懂一点汉语。这是你第一次来藏地吗？这是你第一次来藏地吗？请坐，请坐，请坐。请说慢一点，请说慢一点。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现在正在学汉语。我现在正在学汉语。喝杯茶吗？喝杯茶吗？喝过奶茶吗？喝过奶茶吗？吃过糌粑吗？吃过糌粑吗？明天见，明天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想起来，想起来。请问怎么称呼？请问怎么称呼？Digi lon se de daran chaso ni chanso tanda digi lo de PDF de ko nge yena nga Facebook page messenger tang ruchi ni messenger tang ko la so ni chamala kusla thuja nang ko